后来面在这个疫情的境界，就要降落来二级，各行各业拢相卡联手，要来迎接到降级了后第一波的人客。但是降级无等于是解封，相关的防疫规定也是要来遵守。像这个日月潭恢复营运，但是无接线客，敢若提供团体包船的服务，而且每一班船班的乘客拢减一半，船顶嘛袂当来食食。另外，国内连锁餐饮的龙头嘛来启动着防疫作战，比照中央的化学兵，动员350人次，高规格来作业，针对着餐厅内外大消毒。比照国军化学兵的高规格作业，连锁餐厅业者赶伫明在降级进前，甲餐厅规个大清扫，仿照国军化学兵的高规格作业进行消毒。降级前一天，连锁餐厅停止接单和外送，员工甲桌仔优好，确保有安全的用餐距离。桌仔店阁有透明的隔板，做好防疫措施，要来迎接人客。我们也买了1万剂的快筛试剂，供同仁呢居家检测。业者准备快筛试剂，让员工会使做快筛。等69天，但要降级，阁有人客，唔那餐厅业者，阁有观光景点的店家。我们的业者都在检视资源传资啊。日月潭的游艇业者嘛确定船只的状况。日月潭的4个码头水下伊达少调无限更全面开放，不过刚才开放后包船的民众。明天27号就可以配合降级的一个解封，然后开放游艇来。虽然日月潭游湖解封，不过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，就算包船坐船的人嘛减少一半，船顶嘛袂使食物件。后续阁看疫情的状况，考虑开放后，一般的民众嘛当坐船来游湖。